靈禱100。第6個10天，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。第59天，當渴求造就教會嘅恩賜。哥林多前書14章2至20節。那說方言的，不是對人說，而是對上帝說，因為沒有人聽得懂。他是藉着聖靈說各樣的奧秘。但作先知講道的，是對人說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勸勉人。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是造就教會。我希望你們都說方言，更希望你們作先知講道，因為說方言的若不解釋出來，使教會得造就，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。弟兄們，我到你們那裏去，若只說方言，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導給你們講解，我對你們有什麼益處呢？你們也是如此。既然你們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就當追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。所以那說方言的，就當祈求有翻方言嘅恩賜。我若用方言禱告，是我的靈在禱告，但我的理智沒有效果。我應該怎麼做呢？我要用靈禱告，也要用理智禱告；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理智歌唱。不然，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話，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門呢？你的感謝固然是好，不過不能造就別人。我感謝上帝。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，但在教會中，我寧可用理智說5句教導人的話，強過說萬句方言。弟兄們，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，但是在惡事上要作嬰孩，而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。讓我哋一齊禱告。感謝聖靈賜下恩賜，使我們彼此造就，建立教會。主啊，憐憫我哋，使我哋放下自我，棄絕自義。主啊，煉淨我哋嘅心，更新我哋嘅渴望，使我哋所領受嘅都能叫教會得到益處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喺心志上我不要作小孩子。求主使我心智成長，靈命成熟，便能帶來轉化生命嘅祝福。阿門。看，這是5旬節祝福。奉主聖名，叫生命轉化，在聖靈裏，我們正興起，向前行，發光。看，這是5旬節祝福。奉主聖名，叫生命轉化。在聖靈裏，我們正興起，向前行，發光。在聖靈裏，我們正興起，向前行，發光。看，這是5旬節祝福，看，這是5旬節祝福。